将来他希望可以改善嘛。第一个要照往例，大家都知道往例是怎么样，照惯例、照往例，也没有那样的人墙保护啦。好，应该要这样。他们会去内部做一些检讨。这个院长他尊重嘛，在朝在野哈，总是有不同的立场。好，对警察这个院长他要给什么承诺？对，你说什么？哪一个？助理啊？对，就是这些警察这些比较可能，他是否认为昨天的执行经验比较过当？是，将来他希望可以改善嘛。就他指示的，第一个要照往例。大家都知道往例是怎么样。只要远景进到立法院，当然是立法院主导啊，不会是由外人来指挥啦主导。还有官员进到议场，照惯例、照往例，也没有那样的人墙保护啦。我想照往例就讲得很清楚，一些原则。指挥系统，我们当然有一些建议，希望将来可以真正由立法院这边指导、主导，然后协力的警情来配合啦，应该要这样。他们会去内部做一些检讨，他有跟我们建议。那会就处理。这个我想我们尊重院长，他说他会再去了解是不是有照他的指示下去做，会做一些内部的检讨。谢谢大家，我担心说绿营最快明天晚上强势清场。OK， 这个他们要什么时候清场，这个我们尊重。我们要怎么抗争怎么抵抗抵抗强权抵抗这个多数暴力那我们也会严厉相关的对应措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了，我们就从这边来小心，小心。
不想念，不想念。